Hi， 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潮 Channel。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一款手錶，就係 Lucky Harvey 嘅真樂士最新推出嘅呢一款致命系列一錘定音。咁喺上次咧都介紹過一款咧，就喺錶面上邊用咗呢個波浪形嘅機柳紋。咁而今次呢一個錶盤呢，就係以製錶工匠以手打造出嚟嘅呢一款，稱之為錘紋嘅錶盤。咁而呢一種工藝呢，喺早期嘅唐朝，古人已經有呢一種智慧，製造出呢一款叫做錘出獨特嘅錘紋工藝。呢一款致命系列就係用咗 Lucky Harvey 全新自家研發嘅高頻自動上鏈機芯。嗱，咁首先我哋嚟講下呢一隻錶盤上邊嘅一啲特色花紋先。見佢凹凸不平呢，就係呢一個 Lucky Harvey 喺工藝上邊表現出非常之獨特嘅一個工藝。咁其實就係呢一個工匠利用錘嘅工藝呢，喺呢個金屬片上邊就以力生紋，一錘一打之間呢，工匠就需要一個精準嘅控制，同以美學角度呈現出呢一款均衡疊層嘅千變萬化錘紋。咁再經過一個細緻嘅打磨之後呢，喺太陽嘅底下或者係燈光嘅底下呢，就會呈現出唔同嘅深淺紋理，出現一個好似立體嘅凹凸圖案。每一個錶盤呢，出現嘅呢一個錘紋都有所不同。咁而呢一隻手錶功能上邊嘅概念呢，其實就係源自於傳統嘅三紋工藝。咁所謂嘅致命報時，咁就係每一個鐘踏正1小時嘅時候呢，而呢一個音錘就會敲擊呢個音簧，咁自動發出一啲清脆嘅聲音。喺試製嘅過程中 ，Lucky Harvey 試用咗10幾種唔同嘅發聲材料，咁最後呢都係揀咗呢一款非常之清脆又自然嘅聲音，咁就好似一啲風鈴嘅聲音報時一樣。聽聽下都有啲似好似用咗2塊玉石咁敲擊出嚟嘅一啲比較清脆嘅玉聲嘅音韻。咁又唔知道大家覺得呢一個聲音同邊一個比較相似呢？聽起嚟呢都幾舒服嘅。呢一款手錶呢都特別配製咗靜音嘅轉換機制。咁如果你係唔想每小時都聽到叮一聲嘅話，咁你只需要喺右手邊嘅右下角呢撳翻呢一個掣，咁就可以完全控制呢一個開關致命嘅裝置啦。另外喺錶盤嘅12點位置呢，仲有一個 Big Day 嘅大日曆顯示窗，而時分針同埋刻度都加入咗夜光嘅塗層，而錶鏡就係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可以清楚咁欣賞到錶盤裏邊非常有特色嘅錘紋。雖然呢一款嘅一錘定音致命嘅機芯係非常之複雜，不過 Lucky Harvey 依然將呢一個手錶控制喺40mm 嘅直徑裏邊，咁11.95嘅厚度，咁而錶殼同埋錶帶呢，就係用咗316L 不鏽鋼一體式嘅設計錶帶，做咗拉絲嘅龜背紋，再加入呢一個快拆扣設計同埋雙岸嘅蝴蝶扣，再額外咁配送多一條皮帶俾大家。咁而錶底咧就係做咗細沙工藝，咁並且仲刻有聲波圖案同埋呢一個限量版嘅號碼。Lucky Harvey 真樂士嘅呢一款致命系列一錘定音，就一共有4款唔同嘅顏色，咁分別咧就係藍色、紫色同埋灰黑色，仲有呢一個琥珀色嘅。咁而佢每一款嘅顏色咧都限量300隻。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即時去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國潮專門店度詢問翻有關個詳情，或者係可以試戴下、試玩下呢一個致命手錶發出嚟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好啦，咁最尾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臨走之前咧，撳翻個鐘仔。咁而喺外國嘅朋友咧，不妨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咧，就揀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啦。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